气象署表示，到拜四进前天气稳定上热，有到32度，天气好，空气干燥。顶礼拜六，这台北观测的湿度干那8%尔。医生也提醒讲，这湿度低就要加啉水，抹面油挂水颔，提悬呼吸道湿度，保护家己健康。那气象署也讲，雪落来袂亲像2天遐尼大，不过过昼了后，湿度又悬会较低。 有不少民众拢穿短裤、薄衫，8一全台拢好天，24祭开的春分也拄过，后礼拜就是清明，大家对清明的印象拢是可能会落雨较担心。不过气象署表示，到拜四进前，全台各地头拢是好天。前2天因为高气压中心伫台湾附近有沉降作用，所以湿度较低。8一高气压有往东线，日本南方海面的一寡水汽影响台湾，就会有较淡湿的空气，袂像前日啦遮尔大。 那从今天开始的话，高压慢慢比较移到这个日本的南方海面，所以会带来比较暖湿的空气，所以相对来说湿度的话，虽然说中午前后还是稍微低一点，不过不会像过去2天那么低这样。气象署表示，拜四进前天气较干燥，会当看到拜一过昼过湿度大约伫25%左右。但在病院医生也提醒，人适合的湿度大约伫50%到70%，若是湿度上低，会致使皮肤伤打闭开，细菌病毒也较高进入呼吸道。鼻仔内底一个保护的作用，就叫咱的鼻毛吼，对于细菌啊、病毒吼，伊应该阻挡。啊，你也讲想过打扫时阵，咱一般来讲，伊阻挡细菌甲病毒的功能会较差，吼，这嘛是一个问题。啊，因为湿度较低，细菌甲病毒伊的速度就会较紧，传播的速度较紧。医师表示，面对上大的环境，建议民众除了补充水分，也通挂水颔，提悬呼吸道的湿度。 抹乳液保护皮肤。另外，气象署也表示，拜四温度上悬，可能会到32度左右，因为天气大、湿度低，辐射冷却效应较大、较明显，致使早暗温差会变搁较大。不过，乡亲唔通抓准天气会开始烧热啊！气象署提醒，拜五开始受锋面加上东北季风热南影响，天气会搁再反寒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